各位乡亲早早，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30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，我是柯兴竹。先开始，咱来关心尼泊尔昨昏有一架小型的飞行机，才拄起飞无偌久就失去联络。飞行机顶21个人下落不明，因为天气不好，所以目前暂停搜救，打算伫今日早起才会继续找找。天也嘛，天气阁无好，军方发言人讲，对失联的塔拉航空搜救行动暂时停落。塔拉航空这台 DHC-6上水拖飞机是29自波卡拉出发，要去真侪人爬山的乔姆松，要飞20分钟。र त्यसमा 3 जना चालक दलका सदस्य हुनुहुन्थ्यो र त्यो जहाज चाहिँ उडेको 15 मिनटपछि सम्पर्कविहीन भयो।飞机失去联络了，军方认为有可能是伫乔姆松以南32公里的离体地区附近。路透社报道讲，尼泊尔民航局迄天的新闻稿是讲，至少有一台搜救的直升机，因为天气无好，无找到飞机就飞转去乔姆松。那天气较好就会继续找，大家拢伫咧待命。 दुर्घटना भएको खण्डमा पनि जीवन रक्षाको केही हामीले तत्कालै त्यहाँ पुग्न सक्दा उद्धार गर्न सक्ने खालको केही समय रहन्छ कि भनेर हरेक पाटोबाट यसरी चाहिँ हामीले塔拉航空讲，飞机顶有4位印度人、2位德国人、13位尼泊尔人，还有3位机组员。根据航班追踪网站讲，飞机是伫普卡拉以北的山区附近失去信号。世界上有14座8000公尺以上的悬山，其中有8座伫咧尼泊尔，包括圣母峰在内，是真侪登山者要挑战的所在。不过山区的地形崎崎徛徛，只个人设置简单的机场，也因为天气变化大，发生过真侪航空事故。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。 再来关心疫情，目前咱国内公司一日确定病例拢是维持伫8、9万人，那昨昏本土病例是降到8万例以下，有7万6千多例，不过死亡个案有145例，佫创下新高。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，目前看起来北部疫情有较缓和，即马是换南部确定病例也咧增加，国内疫情犹原也伫高原期。76539个。 9位啊，比之前一天来少了一些。本土确诊数小可降落，暂时跌到8万例以下。29新增加本土个案76539例，各县市的确诊数只敢若新北市依然超过1万，不过死亡个案145例创新高。全国大致数目稍微缓降，那北部已经大致上都比较平稳一段时间。好，那全国一日的生活圈，我相信这都是在高原期里面。 新增加中重症378例，其中2例是无到10岁囡仔，有1个1岁查某囡仔出现救菌会喘的情形，插讲医生诊断敢若是脑炎，先送交互病房治疗了，即马有小可较好，已经转到一般病房观察。另外1个6岁查甫囡仔也有规身躯救菌，敢若是高喘的情形，插讲敢若是脑炎，经过治疗了有较好，即马伫咧交互病房观察。目前总共有22个囡仔重症。 死亡有10例，其中脑炎占5例，2例是肺炎死亡，1个是败血症，1个强病脑肿瘤，另外1个是伫厝内死亡。145位死亡病例内面，有45例是住伫咧长照机构的民众，死亡率27%。经疾管局长苏玉玲建议，甲因看做高风险对象，直接互因药啊，唔免过评估。医生因为这些慢性病特别的多，所以用药上是不是比较保守的讨论？但是整体的规格大概一时还是不会改变。国内本土确诊数依然伫咧高原期，医疗量能正严。自5月2日开始，快筛阳性经过医生诊断了就确诊，每天拢有6成来自基层诊所的通报，和病院的急门诊小可较少透。 记者综合报道。即阵咱国内已经开放5岁至11岁囡仔会当注意风险，不过一寡家长怨少嘛怨无。指挥官陈时中是讲，因孙今年5岁，嘛是约2届才约到，所以伊会当体谅家长即马着急的心情。不过伊是强调讲，6月初3，阁有33万ton的囡仔预防车会送到咱台湾，量一定有够，家长唔免烦恼。照上面的时间来了。 好，后面500个没有了。工作人员一个发号码牌，这先是摕到贵人市早起注射 BNT 儿童疫苗，最后一张第500号。后壁几个无摕到号码排队的民众，工作人员也真体贴，先发予因下晡场的号码。有贵人市已经排定有想要住的国小的囡仔，5月30到6月中伫咧学校注射，所以讲来遮排队的真侪是还未读小学的囡仔。等下安排的全部都只有到小学，没有任何幼儿园。
的时间上安排，所以我们都要注意。贵人市早起下晡分别提供500个名额，早起开放后，户口涉及伫贵人的囡仔下晡是无限制。看到各县市家长抢排队要互囡仔较早来注射疫苗，但市长表示会甲地方政府讨论是毋是设立大型的注射站。伊也强调疫苗量绝对有够，扣除确诊3个月内无用做的156000名的儿童，就算注射率是100%，也是加出10万外剂，若是要做一定做得到。我们现在在手上已经要发出去，等于有77万。然后6月3号，我们会在有33万的到货，我们总共的总货量有110万。这一波可以打的人士不到100万，99万多，量一定够。纵使达到100%，我们都还有剩余辉瑞的疫苗，会剩下10万剂。但市长讲，伊家己5岁孙仔也是头一摆无有约到，第2摆才有约到，较慢几工离异，伊会使体会家长的感受，不过也希望家长免烦恼，一定做会到。但市长也讲到5月28为止，全国 COVID-19 头一剂疫苗注射率已经来到88.07%，第二剂81.75%，基础加强针注射率0.87%，追加剂注射率65.26%。希望大家继续来注射，度过这波疫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再来关心天气啊！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好天，过到爱说2公雨。那今仔日的高温是有机会升悬到36度，甲顶礼拜是差真济。咱做伙来看分图。今仔日各地甲昨昏同款烧热，过到了后爱说2公雨。今仔日各地高温落伫30度以上，中南部、华东有机会升到33度至36度。也毋过嘛要提醒乡亲，明仔载就有方面的瓦劲啊，加上西南风的影响，天气会转做无稳定，而且水汽会阁增加，落雨的范围会变宽。西半部、东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，也是雷公雨。因为无明显的冷空气，所以敢若有雨水，温度无啥降。若5日这3天连假的天气。气象局即马是表示，因为是透西南风，所以敢若伫这方面的中南部有短暂阵雨，北部、东半部伫早起是侪云，过昼是有局部阵雨，无落雨时，嘛感觉较翕热。继续关心疫情，疫情也咧滚加，快筛试剂使用量嘛增加。台北市的海海城隍庙就有自2日开始，已经连续3天发6000支免钱的快筛试剂。若伫台南某上帝公庙，因为信众甲神答谢有关防疫物资，所以嘛有分1000支的快筛试剂予民众。有人举雨伞掠日头，要排队领快筛试剂。台北市上山下海城隍庙2日开始连续3天免费分6000份快筛试剂，早起一遍，下昼一遍，每一遍限量1000份，每一个人领1份，内面有2支。早起8点排队人已经从城隍庙排一点，搁排到对面的车路去。到6点，家己要用就有啊，孙仔要用嘛有啊。我还没有5点就来了。我们家里有7口人，所以都是大家分着用。因为排队人真多，排到路长，为了要赶紧消化，庙方是限2条动线同时一日分。另外，伫台南的台湾圣神北极店，要民众海湾管防疫物资，免费分1000盒快筛试剂，帮助需要的人。也真侪人来排队想要领，领到河北牌1号的民众，心内真欢喜。就梗係排無啊！去藥房嘛有排隊啊！即早嚟，7點來。即擺咱攏你要去買嘛麻煩啊！來排加減啊！真侪民眾講，大家攏要買快篩，去藥房排隊，才會一早起來現場排隊。疫情指揮中心也公布，5月29加用快篩試劑實名制買進行，會當買有3007件。已經賣完的有28件，但市長強調，目前量有夠，有需要民眾會當即馬就去買。甲大家7月開始的免費分兒童實名制快篩試劑，時間分開莫相他，則袂排傷久。記者綜合報道。世界鄉親，咱做伙來看今仔日報紙的重點，先來看《自由時報》。出戰會佇今仔日任期結束，嘛要解散。4天來，加強公告撤銷5983件刑事有罪判決，違反上陣嘛有處理要挖20%，嘛有審定42大不義為止。後續會由行政院統合各部會繼續推動轉型正義。來看聯合報，即馬是大學個人申請第2階段，也毋過有一寡考生因為較緊，所以當得假日無法度去面試。
因为行政流程有拖着，所以有的人阁还未摕到证明。况且疫情指挥中心最近就会优化系统啊，那教育部是建议讲，考生会当先签切结书，事后再阁补证明。来看中国时报。本土疫情继续在炭烧，行政院顶礼拜已经宣布讲，阁要推出345亿新的纾困方案，按算有将近90万人会当受惠，也毋过无包括学校营养午餐煮食的业者。业者即马就表示，学校停课因嘛受影响，而且是比去年3级警戒阁较嗨。中小学大规模停课，因煞无法度去申请纾困，所以因是呼吁政府嘛爱提出停课的补偿机制。来关心艺人郭彦均，顶一日有伫伊的面册大文章，讲看到真侪囡仔离开，引起争议。行政院苏贞昌阁讲不实的谣言会严办，这是引起在野党的不满。苏贞昌昨昏是回应讲，伊毋是针对个人嘛，毋是针对啥物人。那但是董事表示，咱台湾有言论自由，敢是假消息，调查单位会去调查。艺人郭彦均进前伫咧 FB 分享伊甲伊做医护的朋友的对话，一句看到遮尔侪囡仔就安尼走啊，经过网络传开了，互行政院长苏贞昌立委讲，不实的谣言就要追究责任查办，引起在野党的反弹。对此，苏贞昌立稿回应讲，台湾是人治组织的上正线，对资讯战是袂硬放松，毋是针对任何的个人。保护国家社会安定。我们对资讯战也不能松懈，对社会安定有任何侵害，我们也绝不能掉以轻心。这由权责机关依法公正办理就好，不是针对任何个人。有律师讲，郭彦均讲到确诊死亡数字，也是有可能触犯传染病防治法。指挥官陈时中也做出回应。妨害到我们这个法律的，基本上要符合二甲害，所以我们看起来在这段时间整体，不管是我们这边来被通报的，或来举发的，或来到刑事单位或调查单位去举发的，整体案例里面，它大致上被起诉的大概都不到30%。陈时中讲，台湾对言论自由正保护，不过对恶假害的尺度也正严格。刑事调查局等相关单位，若是有问到相关的情形，会请法律就事实做汇报，由调查单位来做判断。随后，郭彦均也赶紧删文，并且发文道歉，同时也各界伫咧声欢喜。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讲，愿意提供义务律师团改斗3工。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也讲，政府应该重视囡仔的死亡率，无必要针对个案，唔通压大炮拍鸟啊。家长都非常紧张，不会有这么多的家长在急着打疫苗。我觉得行政院长应该是很忙的，有没有需要用所谓的大炮打小鸟？我想每个染疫的孩子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，都是心头肉哈，所以我们要更加的重视，所以我们继续努力防疫，希望疫情早日结束。台北市长郭文铁讲，民主国家本来就有各种声音，无声音无表示事实无存在，政府要有同理心来了解百姓的心情。黄珊珊是以家己做例，讲伊敢若一个囡仔，讲每一个数字拢是家长的心嘛。台湾疫情这么严重，也讲真侪代志是苏贞昌应该去关心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即阵咱国内本土疫情滚价，加在国内大部分的人拢有注意风险，所以若是去会到是以轻症也是无症头的患者较侪，占超过99.7%。若这波疫情过去，咱就有机会开放，嘛会当豆豆恢复英国生活，会当真正甲病毒共存。对今日开始，小连续4天，咱要来听专家分享安怎甲病毒共存的方法。主讲去会着，而且是轻症，也毋免食到抗病毒这款药啊。有医生是建议讲，除了食感冒药，患者嘛会使食一寡较冷的菜色，亲像是包心白菜头、啉青草茶、绿豆水，补充维他命 D3，安尼就会较更好。读高中2年的小华确诊，也毋过是轻症，居家隔离自主防疫，确诊了2天内烧到37度半加38度2，退烧了也是脑痛、咳嗽，食袂落饭。咳出来，肾气全部发冷，没办法睡觉，呼吸有点困难，然后很不舒服。我喝仙草茶之后，有感觉好很多。医生讲，这款拢是感染病毒细胞组织发炎的反应，确诊也毋过是轻症。
大部分拢是甲消化情形差不多。因果若是中重症，有50%会烧超过38、39度。台大医学院教授讲，轻症患者一旦家己救家己，逐工尿3遍，就是早起、中昼、暗时尿血压、心跳、血氧。重症的有几个指标，假设你没有发烧，你的心跳超过100下，代表说身体其实已经有一些状况。如果你的血氧突然掉到95以下，这个已经不太对了。新冠病毒会用空气做介质伫咧看。咱人体对温度、湿度真敏感，尤其是心血管系统，尽量让室内温度保持伫咧23到26度，湿度50%到60%，环境控制了好，对病情有帮助。控制环境的温度跟湿度，可以帮助你降温，想办法让自己不要缺水。食甲啉也要注意，清凉解热、抗发炎。夏天的时候，什么蔬果最多？瓜类最多吧，哈，不甜的瓜有包括小黄瓜、有大黄瓜、苦瓜，卜啊，甜的瓜，比如说西瓜、哈密瓜，还是其他的甜瓜，可不可以吃？当然可以吃啊，只是甜瓜要请你适量一下。含有单宁酸的蔬菜跟水果呢，有抗病毒的角色，可以给我们的确诊的病人喝一点绿豆水。绿豆水就是把水煮滚了，再把绿豆放入去，搁煮6分钟。这个时阵绿豆壳还未破，就该好起来。出来水就是绿豆水。另外，加泡绿豆也袂歹。以色列大型的研究就发现，欠维他命 D3 得到重症的风险较悬。咱人体有70%到80%的维他命 D 是泡绿豆得到的。所以，若伫咧看书或者是运动时阵，会当伫咧家己的阳台或者是有日头晒的所在点半点钟，也是袂歹防疫方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在国际上要紧，甲向前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。从疫情爆发到今，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亿2000万例，死亡人数超过630万人。来看最新的统计，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76605例，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1892272例。中国的病例伫 WHO 的通报数字是超过262万例，日本超过881万例，韩国超过1800万例。目前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、印度甲巴西。美国已经超过8500万例，印度是超过4300万例，巴西超过3000万例。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200万例，法国是超过2900万例。中国伫昨昏是通报新的本土病例有219例，所以看起来上海甲北京疫情已经咧转好，因的生活嘛当豆豆啊恢复正常。也毋过即阵中国东北的疫情佫起起落落，中国的官方是研判讲应该是出现新一波的本土感染。伫确诊新冠肺炎了，到恢复健康的民众排队准备要坐公车离开。中国离岛通报本土确诊215例，其中上海已经有降来，慢慢伫咧解封。官方宣布6月初一开始，会有50项进行经济措施。民众若要去公共场所或者是坐公共交通工具，要有3天内核酸检测证明。昨天，全市本土确诊病例出院114例，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324例。他们将返回居住地进行健康监测。北京离岛通报新增加19例确诊，连续7天新增加病例数下降。官方讲，这波疫情已经有效控制掉，会大幅度放零管制措施，包括超过50座地铁站重新开放，各区的商场加公共场所只要限制人数就能恢复营业。北京疫情整体呈下降趋势，个别区零星病例均在可控范围，本轮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。就惊讲疫情搁反弹，所以民众即马定定爱采检，也制造正大商机。北京这波疫情以来，已经有3间核酸检测公司涉嫌违法，被立案调查。对即马定定爱做检测，真侪人也是希望会当较自由的。感觉这个人们还是期待一个自由呗，还有这个正常人的生活，基本上怎么样的？上海、北京已经有小可较降来，不过东北地区已经是起起落落。吉林省二被通报10例确诊，而且是感染源不明的本土病例，有慢慢向内陆传开的情形。一那辽宁新增加8例确诊，官方认为是新一波的感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？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。英国媒体即马是曝光俄罗斯总统普廷那亲像去得到重病，所以他出现的拢是替身。不过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已经出面驳回。来关心美国德州小学的枪击案，外界即马即期美国警方援护救人，美国司法部已经开始调查。另外，拜登嘛打算会去慰问罹难者家属。来看六四天安门事件，伫要满33周年，香港媒体即马是曝光。袂少中国异议人士，因的手机啊、甲厝内电话拢互监听。疫情期间，即马坐火车的人嘛减真济，所以台铁对5月16开始已经有针对96班区间车减班，不过最近可能会阁继续减班。台铁是表示会减火车班，主要是因为运量减少，加上有一寡司机员嘛较紧，若未来会随时检讨做调整。自强火车站，不过落车的人无多，车内旅客也剩无几个。这部假日原本是台铁东部干线运输的尖峰期，不过受近期本土疫情影响，民众自发外出外，坐车人大减。台铁对5月16实施头一波减班了后，运量永远继续下降，无排除最近搁再推出第2波减班。主要还是就考量疫情影响，旅客需求有下降，然后还有我们的乘务人员也有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有确诊隔离的，那也都在持续在做评估啦。台铁证实，最近乘务人员确诊数是继续升悬，这阵司机员有20外人确诊第4隔离，人力不足，加上5月中头一波减班了后，假日离峰时间旅客意愿真少，所以讲内部正在评估，平常时增加10列次尖峰时段的区间车，不过在假日可能减班110班次，不过考虑旅运的需求仍然在评估中。其实台湾的人口也慢慢在老化，慢慢在减少，所以这些因素都会让这个运输的需求是往下在走的，只是走的比较快、比较慢而已。那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让这个现象呢就非常的明显。根据交通部统计数字显示，去年公路公共运输运量是7亿9千万人次，比铁路运输的7亿9千200多万人次较低。在防疫考虑下，公路运输旅客流失比铁路是更加明显。不过，在台铁可能继续减班的状况下，恐惊未来对偏远地区的服务性班次也会愈来愈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在地上大条，咱来关心，嘛是受疫情影响，即马屏东满洲加落水风景区第3月底时就已经无营业，不过因个大门无封起来，所以有游客家己走入去。那伫嘉义阿里山，嘛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即马平均一天游客才200多人。那高雄基丁有在地店头嘛讲，最近因为疫情搁反复，生意又搁落一步去啊。徛伫海岸边翕相，也有人伫钓鱼，才经常出现伫屏东县满洲乡的嘉乐水风景区内底。不过风景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3月底就停止营业，禁止人入去。不过也是有人走入去。说游客还是钓客进去的话那我们是没有什么法则去做一个约束，还是说做管理。那我们是良心的一个劝导啊。海岸边有袂少大石，民意代表烦恼游客走入去会发生危险，已经建议公所下礼拜1、30开始打更加侪告示，并且定期来巡视。另外，疫情也冲击到阿里山的观光，商店街拢无人，风景区也行13仔才会看到其他游客。嘉义林区管理处阿里山工作站统计，最近平常时一天平均敢若剩200多人入园。游客有减少的趋势，平常剩下200多位，假日也剩下600多位的游客。梅雨季了，下雨下的比较多，然后疫情又比较严峻，所以整个阿里山森林游乐区的游客跟住房率大概都很低啊，低到大概1-2成左右啊。当地饭店业者讲，黄山雨加上疫情，互大房率降价，恐惊要7、8个游客才有可能来回升。另外，伫高雄基丁行过高雄港，互相收的感染事件真无简单。搭配基丁县这经营政策，人有较侪一寡。不过业者讲，这波疫情过起来，业绩落差不多一半。差也快要一半有哦。对，因为至少他现在人有慢慢出来了啦。可是这些人潮的话，还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。还是会怕小孩子感染。这次来起哦，好几个月了。确诊数增加，民众烦恼讲囡仔去画着，过1、2个月才带囡仔出来佚佗。业者是讲人客减少多，生意歹做，希望这波疫情赶紧落来，大家才法度真正来恢复正常的生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中南部这阵疫情特别进入高峰期，所以地方政府的压力真大。高雄市政府已经表示，因有甲医疗院所直接好势，会斗阵应付这波疫情。那台中市政府是宣布讲，对今仔日开始，会互台中的国中生、高中生去学校做第3档 BNT 预防针。民众伫布棚内底照顺序排队，队伍有几60公尺。台中中央公园设置的 PCR 摕药倒来输大型检查站，一天内底就来1000人。台中严重排毒病人 PCR 甲药物资料连线的困难，打造全台湾头一个会使直接提供抗病毒药物的检查站。副总统赖清德离岛来遮视察，为医护人员加油。病人们的 PCR 的资料，还有健保的资料。还有合乎这一些抗病毒的药物都可以勾稽在一起，所以在这个的现场，他们就可以领取抗病毒药物。疫情指挥中心捌评估，为着比率达到15到20%，照顾到实际甲病毒共存达到群体免疫。赖清德警示，中南部疫情也未到高峰。今年到这阵为止，台中市挖到人数大约是14万人，敢占全市人口5%左右。预期未来2个月内也有30万人确诊。1个月甚至2个月。恐怕这个染疫的人数还会再增加，增加的幅度，如果说用20%才达到这个天然的族群免疫的条件的话，那显然还要有30几万人得到。中南部疫情继续清悬，地方政府唔敢大意。台中拜六2天本土确诊拢在9000例顶下啊，高雄更加连续2天拢超过9500例。台中市就宣布3月开始会调回105000名的国高中生，伫学校集中来注射第3剂的 BNT 疫苗。为孩子打疫苗不能停，不能停。明天起会召回学生来在校园进行施打。咱较慢，比人较慢开始。所以这时间会拖，较慢，咱的朋友就较好准备，要有一寡代志会看较好势。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，疫情高峰开始即阵才要来，不过甲北部来比较，是更加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，有信心甲公卫体系来面对这个冲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本土疫情滚价，确定病例多，真侪确诊者即马拢用线顶问诊的方式。新竹市政府即马有关心到耳孔听无的人看诊有困难，所以有申请会当申请手机的翻译，也是拍字的服务，而且嘛会使去预约替因预约问诊的时间。医生用手机视讯问病人身体情形，并且做记录，对一般人来讲真方便。不过耳孔听无民众听不到医生讲啥是要安怎的？我的女儿、儿子、媳妇或是兄弟姐妹都可以帮我打电话通报，万一确诊有什么症状，可以代为沟通。我想新竹市社会处若提供手语视讯服务，那么我一旦有紧急状况确诊了，就可以马上通报。朱明才希望会当有线顶的手语服务，那呢就唔免阁拜托厝内人来斗相共沟通。新竹市政府注意到这种需求，所以无论是问防疫的相关资讯，或者是视讯诊疗，拢会当申请手语翻译加听拍字服务，会当用手语翻译派遣窗口线顶预约。现在新竹市其实有针对马偕啦、国泰啦以及国运3大医院呢，其实都有预约的疫病专诊的协助。那其实我们在新竹市有非常多的诊所呢，其实也都可以安排呢预约视讯。那假设今天真的有医疗上的需求的话，那一样也是透过我们手翻中心，然后来去跟医院进行预约，那这样就可以进行3方的视讯服务问诊。新竹市整合便方便加沟通服务，和耳孔听无的民众对派遣窗口预约看诊的时间，手语翻译员或者是听拍字人员就会照迄个时间上线提供服务。因若其他县市的窗口拢讲，耳孔听无的民众若确诊，视讯询问或者是诊疗，拢会当申请手语翻译听拍字。不过有一寡县市也无这种服务的经验，需要开淡薄时间先甲医生沟通。另外，有听力障碍团体也注意到，无亲友斗相共的听力障碍确诊者，伫隔离时阵对外联络无方便，所以因成立送药啊甲物资的志工团，提供湘北地区的听力障碍民众生活支持，互因袂孤立无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埔里，南投埔里成山香菇。那5日节即阵要交换南投埔里是有举办亲子活动。
好时代甲囡仔斗阵白粽，佮体验买香菇，现场做香菇煎。囡仔那么透过这系统教育，会当了解实在对产地到食饭道的过程。五一节佮好节肉粽节，不管是北部粽还是南部粽，处理北的上好食。南投玻璃电工所即阵办一个体验活动，互老爸老母带囡仔做伙来白粽，现场佮袂少时代店边啊加美角。香菇饭肉，还有虾米，因为妈妈教我的。几次绑？第3次。绑粽子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好玩呢，这安尼搞到逐只米才袂走出来，安尼，这安尼落，安尼，这甲这熬好，安尼就夹走出来，安尼就有夹啦。香菇猪啦，个菜包一丝啊。啊，若无香菇会影响到口味，较无香。菜包爱有咸，食了后摆粽才袂胖哦。现场嘛，互囡仔体验买香菇，斗阵做香菇煎，互囡仔了解香菇这项食材，佮知影要安怎来料理。有食佮有掠，大家拢真欢喜。做香菇饼还可以用来干嘛？吃，还可以包什么？像这样子。今仔体验白粽甲体验咱来做这个香菇饼尤其是今仔有个3代同堂，这正好就是讲会当互咱每一个家庭，佫会当讲会晓白粽会晓煎咱的这个香菇饼，互咱的这个食材为产地到餐桌，互咱一系列活动。公所办的这个活动，甲食农教育结合5日节，透过白肉粽煎香菇煎。毋但行销玻璃特产香菇，嘛希望家长带囡仔亲身来体验，更较了解在地农业生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那伫南投日月潭边仔的石头盆地，因为这个所在是特殊染土的地质，所以家己这土骹的深一个，大都互人感觉真深色，嘛声真侪游客去佚佗。即嘛这个所在嘛已经登录做国家的文化景观。软深深佮拢拢，民众踏伫即块地小可行行，毋过佮真深色。即个若亲像水床的草坪，就是南投鱼池真出名的活盆地。人踏伫顶面袂沉落去，毋过若是插棍仔落去，会使发现伊有超过60米遐深。我以为是好像会摔到那个水田里面那种感觉，脚拔不出来。可是没有，主人非常用心，他用了那个网子，安全的种在这个草上面，所以你走在上面的时候不会掉下去。然后好像在百万名床那种水床的感觉这样子。传说讲，原住民的祖先为着育白鹿，发现日月潭。即马咱看到日月潭，就是古早的月潭。日潭后来变做投射盆地。也因为有机物伤济无法度分解，年久月深，豆豆啊粒石就变做是落高糜共款的染土，先人佮上坡铺土来做田，以咱的形成铺田这款特别的现象。因为这投射古日潭福田这个活盆地已经划为文化资产，今年我们把它上面加了益草席，就让游客可以不用换雨鞋，就可以轻松的很尽情的来体验。那旁边又有水色柳老树，就全世界最老的水色柳老树。这除了来做是文化景观，边仔佫有金针花甲水下柳的老树会使欣赏。活盆地地主也特别铺网仔，放雏鹰的网仔，互游客来遮会使耍甲真欢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那热天到位，大家是介意耍水，也毋过即阵疫情期间无法度出国。台东县政府就专工即马在推设水上活动，伊是为夏威夷引进一款较大只的独木船，一只船会当坐6个人，要提供互民众体验伫那些个海洋公路过船啊。一透早，工作人员将这台当坐6人的白色的支架大洋舟，自台东的三湾海湾出海。这种船比一般的独木舟倒边有加一个铺架，伫咧赛时阵会加较载，也船背人由教练指导。坐伫咧单数甲双数坐飞，倒正边轮流半水。那动作愈精细，速度就愈紧。第一边坐人讲，比白灵船也搁较轻松。跟龙舟不一样，它到一定时间，其实我们会有一点点休息时间去换桨的动作。
对我觉得蛮舒服的。这种自驾船是对夏威夷引进，是南岛语族传统的海上交通工具。台湾也是南岛语族的发源地之一，台东的南岛民族族群更加多，所以这种自驾船伫咧台东的海上航行，唔但是休闲运动，也是文化交流。因为疫情严重，台东县就引进自驾船，让国人唔免出国，就当体验太平洋国家的海上哪些公路。对海要看，懂得看浪，你要真正的亲海，不是只有到海边，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在对大自然的学习。蓝色公路微旅行的尝试，我们希望它未来变成是一个常态型的载客旅游，然后变成是一个产业。台东县政府规划哪些海洋公路活动，伫咧岸边有采青蛙帮的活动，也有一个人加6个人的自驾船体验，会让坐5、6渔船出海4点钟的海上活动。伫这群就开放有效，有兴趣的民众会当问台东县交通观光处记者综合报道。文化新眼界来看4年一届的全国文化会议伫昨昏煞过，民间甲学界即马拢正关心所谓平台发展，也有艺术劳动者的薪水甲劳动条件，是希望咱国内的表演艺术会当真正做一个产业，永续发展。不论你是男生或女生，你都可以去试穿这个新娘的嫁衣。透过手机或者是 iPad， 就通进入所谓艺术的戏剧世界，感受千百万传统新娘衫的感觉。疫情冲击各行各业，尤其本地体质就正烂的艺术产业，当面临所谓转型的大挑战。文化部特别伫咧5月28到5月29办全国文化会议，邀请各界针对台湾文化边缘、IT 内容产业、甲视觉艺术等等的方向进行讨论。线上线下到底如何来整合，包含市场、观众，乃至于所谓的投资这件事情，表演艺术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进到市场？讲补助是应该要保本固底的。林佳峰执行长强调，台湾发展表演艺术30年来，即马当伫咧面对新的挑战，安怎伫咧市场机制甲艺术中间达到平衡，对下届策略投资、艺术生态调整，拢得爱斟酌。所谓平台安怎有美感来发展，艺术劳动者的薪水条件到创新工具的使用等等，也是民间甲学术界关心的重点。应该来建构一个有效率，而且是快速的、具有美感的数位平台的建构，来跟国际接轨。文化部应该要积极的规划跨部会的讨论，至少针对这些劳动者的薪资，它可以比照我们今天劳动部的基本薪资的调整的节奏。文化部长李永德伫咧会后结论的时阵表示，国内文化产达不足，和文化市场的方向无明确，是长期以来结构性的问题。伊表示会积极来整备政府甲民间的资源，提升人才培育、数位串流甲文化内容的发展，避免文化资源流失。记者阿敏金郑海文台北报道。那古早咧饲芳的农民，拢有一个例，主讲咧办丧事，而且无佫无伫年纪卡的芳厨芳香搭政府，安尼尾啊芳拢会赔了了。毋过即马有教授是用科学角度来解释即件代志。伊讲因为芳对环境诚敏感，办丧事的时烧香烧银纸烟真济，若无往起来，芳就会离开，这才是芳离开的原因。后等来也袂记咧甲即个芳厨搭政府，所以所有的芳拢走了，已经走到无半只。家己阮一个芳农讲，因为处理丧事，芳厨袂记咧搭政府，芳拢走了去。一寡饲芳的农民嘛讲，即摆因饲芳确实也是阁有即种风俗。到底什么原因？咱嘛是算讲啦，半信半疑啦。啊，不然伊讲算讲人迄有事迄款，就叫伊用迄政府较真正啊，真正有差。迄有咱地嘛，第二组嘛。啊，伊也讲话嘛，咱囥的话，咱去甲囥吼，有哪芳嘛会出问题，哪学去，讲阮意决定啊，足歹啊。啊，尾啊就是用政府遐真正的，真正有差。家己大学有研究芳的教授讲，芳诚敏感，生分的环境也是有烟的所在，拢会影响到因的行为。加上春天甲秋天本来就是芳较会耍秀的时间，会离开的原因其实真侪。你要说它是跟习俗有关，其实就我们来讲，其实我们不会太去联想说它会跟学理上它有什么样的关联性这样子。
有少年的蜂农讲，台湾早前饲的蜂较侪是台湾原生的土蜂，只要环境有变化，就会发生蜂飞走的代志。佮加上迄当阵饲蜂的技术无即马好，所以才会有即种风俗。即马台湾较侪是饲意大利蜂，个性较稳定，所以伫蜂毒大户啊，即马颠倒是较罕见。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。这阵雨雨落袂停，家己市的北港路捌发生过落大雨，水袂腐败，才做大水。顶一日落大水后，有民众发现讲有水沟啊是起甲比路面还佫较悬，即期讲安尼哪有排水功能？去年8月大雨，民众伫厝内用手机啊翕到外口积水的情况。即阵大雨佫开始直直落，附近民众看到当咧施工的水沟宽过路面，烦恼水沟啊要安怎来排水？就是我们开始下雨就开始搬东西了，要把它垫高。事实上，当地的地方就是因为低势低洼，所以我们未来会把路基会垫高，跟我的水沟齐平。工务处表示，路边贴悬的时阵，会考虑到两边徛架的悬度，双边佫会做积水井，加强排水功能，减少雨水倒人到人厝的情况。其实反而比较庆幸说，它刚好路面抬高，整个地势比较平，会比较平坦，因为现在是整个往下走的。目前这条排水沟当咧施工的阶段，所以才会出现比路面佫较悬的情况。工务处强调，工程要做进前，拢会向社区的民众来说明。即卖因为天气的关系，先暂时停工，希望会当赶伫风台来进行，解决这过去淹水的问题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再去看世界，来关心即马国际上的战事影响国际油价大起。德国即马就经营马场的头家归去坐马车去上班，安尼就唔免加油。啊，那伫菲律宾即马是有石油公司推出用手机啊 APP， 互民众知影即马油的价少。较俗的是，就鼓励你先买起来夹，买起来放，连工油若起价时，就当摕出来用。甲被看出来，伫咧因的身躯顶套一寡装备，连到后边的车厢，出来经营马场的史普巴赫，塞马车去市区上班。Also ich muss mein Auto 2 bis 3 Mal im Monat tanken. Also als der Krieg noch nicht war, da habe ich das 2 bis 3 Mal im Monat für 80 € getankt. Und als ich das erste Mal dann, ich glaube, für 140 € getankt habe, da habe ich gesagt, boah, nee, so geht's nicht weiter. Also das war dann so dieses Ausschlaggebende. 33岁史普巴赫住伫咧德国西部，出来经营马场，自细汉就会晓骑马，大汉了就伫咧训练马，经营一间技术学校。本来上班拢是开车，一段路6公里，开车15分钟就会当到学校。因过受到俄乌战争影响，国际制裁俄罗斯，油价一直起。所以伊就决定要换交通工具，塞马车上班，互伊一个月油钱会当省250块欧元，要甲代票8000块。不过因为马车的速度较慢，本来上班只要15分钟，怎么变做40分钟，而且又该喘1点钟。大家伫咧路看到马车经过也真好奇。Schaffe mit dem Pferd zu reiten, dann spare ich so um die 250 €. 德国有人塞马车上班。菲律宾是有石油公司 COYO 开发手机有买石油的 App， 后面将伫咧油起价进前先用手机啊买油，等到要用的时阵，就去石油公司家己开的加油站加油。35岁巴家巴讲，普通时上下班加出门省拢是骑奥多摆，所以油若起价，伊就会增加真侪支出。巴家巴讲就用 App 伫咧油较俗的时阵买较侪咧，伫咧过去4个月来，伊就省差不多50%油钱。不过财务分析师讲，伫咧价效较好的时阵买，虽然会当省钱，不过若你买了后油煞降价，你就算袂划，爱特别注意。这个 App 是2020年COYO公司开发，迄当阵汽油1公升只敢若20披索，无到10块代票。不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被制裁，菲律宾今年3月油价8000到要加81披索，超过代票39块，所以大家拢伫咧抢油，互 App 的用户就快速增加到20万人。3月中的有买汽油的销售量，一天就超过200万公升，差不多是2月规个月汽油有买量。公司新闻，但是董秉晓。天气报你知来关心，今仔日各地同款烧热，高温嘛是伫30度以上。过到了后是说日率降雨。咱再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。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4度，上悬33度。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，上悬34度。
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，上悬34度；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，上悬是34度；外岛的温度22度至29度。感谢乡亲收看，祝您平安顺心，明仔载早起9点，咱再会。